可出大事了！爹，咋了？我想打开罐头吃，可你看这是啥呀？五哥！哎呀，五哥，快起来，五哥！五哥！哎，五哥！哎，这村里人一会儿就来了，这非得把我动不动吹烂了不成？那你也不知道那罐头里装的是漆呀？我是不知道啊。那这阵子你也看见了，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这孙可贤就能冲进来说我啥？说我私下贩卖吃粮，我招谁惹谁了？这下可好了，他们一会儿看见罐头里装的不是肉，他非得把我剁不剁窜成丸子不成？这下可死定了！这家2年没见着荤腥了啊！这非得把我做成扁食馅儿，这可咋整啊？要不，趁他们正在山上庆贺，咱赶紧走人。我去收拾东西，等着啊。五哥，对，爹，咱走。哎，就这么窜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嘞？我说老爷子，那就不能快着点儿。要是被追上，甭说您回来无望，咱可只剩下便宜那些老鸭子了。哎，干啥一怔了？一个大男人也知道你不错眼的看。不是，你看那个男的是不是往咱太平镇走啊？我咋看那背影，那像啥？你再不走，一会儿过来的人个个都像组银翁鱼。走吧，走吧。五和，银虎，你咋回来了？穿成这样，啊？为啥？今天跟镇上绕了一圈，一个人也没看到，正好碰上你。他们这都咋了？啊，都在山上呢，这会儿跑下来找五和呢。对，有个事儿要告诉你。那个秀梅和你的孩子吧，有一天，他掉河里。哦，行，这事我知道，不怪你。啊，你知道？对，走吧。给你弄啥呀？有点事跟你商量一下。哎，这太平镇的人都上哪儿去了？就是，平时挺热闹的政策，怎么就冷落成这样？不能让他跑了！哎呀，陆副先生，孙镇长，你这欢迎我的排场可真不小啊！误会，朱副县长，我们这是在抓欺骗乡亲们的大坏蛋。哎呀，不知道朱副县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朱副县长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那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我这儿可是有正经大的事儿，要跟孙镇长商量呢。来，孙市长在家吗？平虎，没回来啊？娘，我饿。呀，不中，我得赶紧给我孩子弄吃的去了。昨儿夜里我4个孩子一晚上都没吃东西了。走，咱还抓紧回家看看乐生吧，这也没吃饭呢。走。哎，你们都别走啊！哎，我可听说这孙市长早就回了太平镇，我还想跟他吃酒嘞。咱家的孩子嫩懂事儿，长大了一定比你爹能啊！啥事儿啊？非要回家来说？不道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
带领我的部下投奔童脑那边。按照原来的计划，我们清明节那天在镇上见面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一离开洛城，就有一拨人跟踪我，所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，肯定会有危险。所以我提前2天到，想把东西先交给童脑，然后再约时间见面。啥意思啊？你是说我哥清明要回来？对，不知道能帮我们一个忙吗？啥忙啊？老爷回来了。哟，朱副县长，您来了。你们家少爷呢？请他出来跟我见一面，我跟上头还有个交代。啊，少爷没回来呀？行了行了，赶紧看看他。哎。哎呀，朱副县长，别管怎么说，你我都是老相识了。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家儿子银虎究竟怎么了？您这么急的找他？哎，孙镇长，这事儿呢，你还是不知道。朱副县长，请查，赶紧把你们家少爷找着，为啥回来的？我跟上头还有个交代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们一家子人都要受到连累。咋的？银虎少爷他通共了？你，朱县长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别管那么说，我儿子银虎那也是国军的师长啊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等苦衷的事儿呢？这背不住啊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再者说，我儿子即便回来，那也是会给家里捎过信儿的。不过最近还捎啥信儿啊？他一进这益阳县我就知道了。得啊，别给我整些有的没的，赶紧把人找着是关键。是，别愣着了，哎，赶紧跟掌柜说一声，多派些人把少爷找回来。不用找了。要是孙银虎真的回来了，我知道他在哪。记住，这事儿只有我和童脑知道，任凭第3个人问起你，你都不要理会，懂吗？这事儿要是叫人知道了，你俩都可危险了吧？是。你们那事儿要是弄不成，要死老多人了。是。那要是弄成了，就不打大仗了。以后再也不打仗了。那你要给我啥？哦，你看，我把东西给忘了。给，收好。银虎，你们在做什么？爹，秀梅，你俩咋来了？我在这假戏年装可怜，你个不要脸的妖精！秀梅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当随便打人啊？帮着他说话。回去吧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孙师长，感情你披星戴月的赶回来，不是给孙夫人上坟，而是私会小寡妇的。这1清2楚的事儿都摆在眼前了，还需要我说的更明白些吗？孙师长好性子，看你穿的这副德行，进了益阳县的大路，这也不走，让我好找一套。这么说，我孙银虎还得感谢你朱副县长一路保驾护航吧。孙镇长，以后你们家这辈分就可难称，是让葡萄随着银虎管你叫爹呢，还是让银虎随着葡萄管你叫大哥呀？我们老孙家的事儿，干你啥事儿啊？我哪点比不上孙英？他心里还有个表妹，和我的心是全的。人银虎扯起来是个汉子，
卧倒是条豹子，好赖都落个坏名声。我不如挑个是模样的，心甘情愿不是？跟你值当了。葡萄，你对得起我。葡萄，对不住啊，又让你受委屈了。是儿，就是怕秀梅擒不住。我没有时间跟他解释，只要心还在，早晚有一天他会明白的。严虎走了。走了。挺睡了。睡着了。这藏一个人都难呐。没啥，往后咱出入更小心就是了。其实我听着银虎他们的道理都正着呢，出不了啥岔子。将来挺就能过上好日子嘞。你也能过上好日子。爹还有啥图的呀？葡萄啊，这挺才多大呀？你做的衣服足够挺穿3、4年嘞。先坐着呗。就剩咱爷俩了，既没有旁人，也没有女人。你告诉我，你究竟想整啥？您那不都是亲眼看见了吗？你是想告诉我，你已经下决心要娶她王葡萄了，是吧？啊？你说我孙可贤的儿子怎么这么窝囊啊？为见个女人，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叫花子样。我那不是不想让乡亲们说葡萄闲话吗？你给我闭嘴！难道说你就不怕人家说你爹闲话吗？你说你放个好好的闺女不要，非得去找一个小寡妇，还偏偏是他孙儿大的儿媳妇。爹，你咋说话这么恶毒啊？怎么说秀梅也是您的外甥女儿？您这二爷爷明争暗斗都这么多年了，如今二爷爷也过世这么久了，还有什么怨您放不下呀？你跟一个死人较劲，只会累您自己。哼！我不想到时候咱爷俩真的分。秀梅，你是在这等我吗？我只想问你，要是我说是葡萄存心害死我们的孩子，好趁徐瑶若抢走你，你信我不信？他一边跟你好，一边跟邵勇纠缠不清，你信我不信？他存心推恶，你要是再不提防着他，他会害死你，你信我不信？秀梅，你信我一句，甭管到啥时候，葡萄都是一个你值得托付性命的人。你信他，已经到了可以性命相托的地步了。是。
哟，这孙市长真是个情种呢，刚别过一个，又来哄另一个，这朱某真是羡慕都羡慕不来。孙市长，老难得能在镇上相遇，可否赏个脸喝一杯？今儿个我累了，改天吧。五虎上将卫立煌卫将军要来咱太平镇视察，我想和孙市长一起参详参详，怎么着也得好好表现表现，让卫将军给提拔提拔不是？视察这档子事儿，你朱副县长可是驾轻就熟，游街、开会、盯梢，这些我可算。咱军人要表现，只有在战场上。哎呀，吴副县长说的是得要好好安排安排。卫将军莅临，这是咱们太平镇最大的幸事。银虎这2天心情不好，请副县长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！老爷，副县长今天就是来为这事儿跟您商量的，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。他是啥态度？卫将军大驾光临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儿。是，朱县长说的是。朱县长，请。副县长，里边。瞧你，才2个多月，长得跟个小须眉汉子似的啊！小眼睛一闭呀，就是个小头脑，瞧你这双眼皮儿宽宽裕裕的，脸皮子细细整整的哈。小眼睛，真好看。瞧我们家挺啊，娘从来没见过2月大的孩子长得跟咱挺一样全乎的，一头的好头发，小指甲呀，一个是一个的。真硬啊！再过3月啊，牙齿该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小姑娘，我买了。二大，你们说成价钱没有啊？2袋白面，白瞎了我2袋子白面。不是说想要我闺女吗？那我也没说要洪水边上的呀。你去看看他们那个炉棚上挂了一串串的鱼，咦，还吃那臭东西。放心，不会有人知道我大肚子。我怎么就那么不明白呢？你怎么就不能跟我走呢？孙
别忘了，你是我哥，我是你弟媳妇儿。做寡妇不容易，多少只眼睛在盯着你呀！是非逼死了多少女人，你不知道啊！一人一条舌头，接起来，那有好几张嘞。狗蛋啊，还是快点吧！你说这一大早都出来，这半天还没到，一会儿啊，黑龙老爷都该睡午觉了。快！你咋不说？咱这一早上走多少路啊？啊，巴巴的过来给黑龙爷跪敬敬。哎，这咋还有孩子呢？给我看看。哎呦，乖乖哦！我媳妇儿跟我结婚都10多年了。也没生养个一男半女，这不就是老天爷给赐的孩子吗？可不是咋的，乖乖哦！老大啊，你这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可以当爸了啊！是啊，还蹦上了！对！哎，狗蛋啊，你看这怎么还有个挺字？挺？这个孩子不会就叫挺吧？叫挺？哎。你看，一叫你还知道答应，马上就瞪大眼。是啊，你知道自个的名字叫个婷啊？是你爸起的名，还是你妈起的呀？看把你乐的。婷，哎，人家妈还给留了钱呢，还有砂糖和猪油，来你看一下，你瞧瞧。你说他这是啥意思？我估摸，这人家不是饿的养不活这孩子，才把孩子给丢这儿了。肯定啊，家里事上啥难事给为难住了。你绕着他半天，我咋没听明白呢？没弄明白算了，咱以后带着娃子好好过，也不忘人爹娘一番托付。哎行，婷，我娃醒了吗？
准是有啥心事儿呢，站在秋千上荡也不荡。祖奶奶，你有孩子不？有啊，还是个男孩。那他在哪儿啊？我离家的时候啊，留给他爷爷奶奶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啊，他刚长牙，整日间磨着个牙，还流着口水，那是可爱的很嘞。你想他不？想啊，咋能不想的？起初那段时间呐，我想他想得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我老是在想，我的孩子他吃饱了没？穿得暖不暖啊？会不会有病啊？有没有人欺负他呀？可后来想明白了，也就不想了。姐，吃饭了。眼瞅着天啊越来越暖了，这地窖里比上边凉快，还没蚊子。今儿那孙克贤又在那嚷嚷了，说是有个啥魏将军要来咱镇上，叫各家都得用上次那漆把门面给刷刷，写上那些欢迎的词儿，还给一家发了套新衣裳，说得穿着纱衣漂漂亮亮的，给咱镇上长脸。一个个这饿的呀，胳膊腿都抬不起来了，还长啥脸呢？哎，对了，明儿是清明节，今儿后半夜里，咱去给娘和天道上个坟呗，中不？你把孩子送给谁家了？送给谁家？你给我要回来。他在人那儿比在咱这儿享福好着呢。享福，受正是咱一家的血脉，死在一块儿也美着嘞。明天你把挺给我要回来。爹，咱不说这，吃饭啊。送给谁家了？你不去要，我去要。我让他们再枪毙我一回，把我活剐了。我都活到土埋了眉毛了，我凭啥还活着？那你又凭啥要死啊？啥事儿都不能不吃饭，不是？啥事儿都能过得去。这要是过去了，就都得好好活，不是？我的傻闺女呀！
要躲多久啊？莫不是你要陪着爹躲一辈子？为了爹，几个亭你都能送出去，是不是？能躲就躲，躲过了就过了。等到他们整的那些个大事儿整成了，就用不着躲了呗。就算再不济，咱得躲一辈子，那也值了。什么闺女哟？秀梅，这阵子你受了很大的委屈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孩子的事儿，我没能在你身边，你怎么怪我都是应该的。可是有许多事儿，我是身不由己。如今的世道，是该有人站出来辨明是非黑白。我是为我的理想而战。撇开所有人、所有事、所有是非、所有牵绊，光谈我们自己好吗？我一直藏着你给我做的护腕，我都不舍得带。秀梅，我想你了。我想你想得我心都疼了。你傻呀！我要是不开门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那我就一直说，说到天亮，说到我不得不走那炕为止。离我挺快啊！这下雨，没看见人呐？没有。哎呦，这不是五河吗？啊，你小子胆儿挺肥啊，还敢回来呢？啊，大家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。干嘛呀？有话好说，贵，有话好说。有日子没见，越来越有我那大哥跋扈的劲儿了。行，罐头的事儿啊，我知道。五河事先并不知道罐头里边装的什么，哪能就说他蒙骗大伙？如果大家真要兴师问罪的话，那个拖着五河去找罐头的人，恐怕罪过更大了。就是，大伙啊，不要怪孙镇长，他是好心，想帮咱们太平镇找些粮食吃，挨过这荒年。没成想，累了大伙白跑一趟。大家都回去吧，散了吧，回去吧，散了啊。少爷，哎，五河，你这干什么？五河爹，少爷，别这样！要不是你来搭救，我爹在路上就已经被饿死了。你还跟乡亲们把事情说清楚，容我们在太平镇过日子。我啥也没有，我只能给您跪下，我给您磕头了，少爷。你起来。这都是我该做的，难不成还能见死不救吗？哥，
好聚聚，时间还早呢。我们先回家收拾一下。好，走吧。来，没事。啥呀？找谁呀你？你说我找谁？找着没？你叫我看看孩子。哪儿来的孩子啊？我和你生的孩子，你让我看看。你让我看看孩子，好赖我是他爹不是？看看谁？葡萄，你把孩子搁哪儿了？搁粪池里了。一生下来就死了，不搁粪池搁哪儿？你把我孩子误死了。谁说是你孩子？你让我看看，我自然就知道他是不是了。是不是都看不成了？早在那化粪池里沤成粪了，长成叔叔谷子呢，长成菠菜了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毒的女人？我对你越好，你就越毒。虎叫我给你，他说老有人跟着他，你们原先定好的时辰见面不合适了，得另想办法。葡萄，你把孩子送人了。别问，像不像？那弄啥？哎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狠心。我啥都知道。等大事告成，尘埃落定了，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。你还得给爹翻案，你害了他，得还他一个清白。给爹翻案，即便我救了再多的人，我的心里都不会